的这个长丰农场嘛哈，然后这边有一个咸菜达人，我们让他现在不是晒咸菜的季节，不过呢，我们让他呢来就是介绍一下他这个咸菜的特色。我刚看到有一个那个酵母，对不对？对，好，那很特别。好，那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你这个咸菜。芥菜哦，经过萎凋、碾揉、装缸、密封以后，最好是要放在室外哦，才得到阳光的晒得到阳光的地方。那客家咸菜的制作啊，最好的容器最好就是要选择这个陶缸。那每一个陶缸大概可以放个50斤哦。但是呢，天然的乳酸菌最适合的合成发酵温度是15到25度 C 的，但是最好要有明显的日夜温差那晚上就是要冷白天又要有大太阳，这样做的菜才会是最好的。现在我们包装就可以做到这样子，那这样如果拿回去冷藏的话，原则上都是可以放到1年，它品质都不变。所以说我很用心的在这边，是经过研究了4年才整个完成是这一个非常完美的客家咸菜。所以这个一包大概有1斤是吗？一包是2斤，200斤重。这可以煮1大碗公的咸菜汤，跟炒1碗公的那个就是咸菜用炒的。因此，在每一年农历的12月到我们过完年后的1月到2月间，就是最适合做咸菜的一个产期了。那客家咸菜的熟成期大约是在21到28天，马上就可以食用，或者把它晒成半干呢，装在瓶子里面就变成副菜。那我们有常常人家讲那个福菜嘛，它完全晒干的就是绑成一捆一捆的，再入缸半年以后呢，就是我们香气四溢，就是我们讲的梅干菜。你一个人做几斤啊？一天可以做500斤的菜，我做到我的手纹摸那个菜都摸到那个手纹都没有了，到现在2、3个月还没有长回去。对。而且我刚好看到你有一束的那个就是那个咸菜你说看起来就是浓缩的很小一包，你说那个是有300斤吗？还是几斤？我们做的咸菜晒到咸菜干，就是差不多剩下1/10了。是那1/10。对，100斤就是剩下10斤了。所以我常常想到说，那些村姑村妇常常拿着咸菜干去卖一口才卖10块钱。我说这个他们就是不懂得成本概念。做很辛苦，因为我自己亲身操作，我就深深体会到他的辛苦。好，谢谢。那等一下呢，我们还会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丰农场，我们在新屋。哇，这个缸在这里呀，好多就拿出来。不用。我拿一个福菜，它就是晒干了，就是咸菜干了，晒的半干，半干。它放到瓶子里面，经过半年以后，就是副菜。它本来是要这样摆着副菜，所以叫副菜的。它是靠着这个水分在这边，可以防止那个空气进入。所以要倒着放。所以它叫副菜，是反复的副菜。对，就是说做那个梅干扣肉，就是要这一个菜。那它原生的青菜是用什么菜做的？就是我们的芥菜嘛，芥菜经过28天的发酵。它就是我们做的咸菜，咸菜就可以煮汤可以炒。那如果说把它用太阳去晒的变成咸菜干，这就是梅干菜。好，我们现在呢来闻一下这个梅干菜，就闻一下。哇，好香啊！半年后，是吗？是。好，我们在长丰的农场报。